見過好多人沖完涼之後，第一件事就係隨手拎條底褲着，再慢慢着襪，覺得好正常，完全冇問題。但你知唔知道，如果你本身有香港腳呢個習慣，可能正正就係令真菌一路由腳傳到大腿根，甚至私密部位嘅最大元兇。好多男人以為股癬係濕熱上火，甚至以為係衛生差，其實問題可能只係出自你着衫嘅順序。醫生一直提醒我，如果腳部已經有脫皮、痕癢、甩皮、腳趾縫發白，呢啲都係典型香港腳信號。而真菌最中意嘅就係潮濕溫暖又焗住唔透氣嘅地方。真正嘅問題很多時唔係雙手先接觸真菌，而係底褲本身。當你先住底褲，尤其底褲需要由腳穿上去嘅時候，底褲布料會直接劃過你嘅腳板、腳趾，甚至香港腳最嚴重嗰啲位置。咁樣一來，真菌就可以直接黏喺底褲布料上面，之後你再一路拉高底褲，同一塊布就會經過大腿內側、腹股溝甚至私密位置，結果就係香港腳未好，股癬已經跟住嚟，痕紅脫皮反覆發作，仲可能傳染俾另一半甚至屋企人。唔係濕熱，唔係上火，好多時只係因為你注錯咗順序，所以醫生先會一直提醒，先着襪再着底褲。襪唔只係保暖，佢其實係一道保護層，可以阻隔受感染嘅腳直接接觸到底褲。但很多人以為做到呢一步就夠，其實未夠。真正會令香港腳反覆發作嘅人，往往唔係因為藥膏冇效，而係你由沖完涼開始，每一步都做錯。尤其最關鍵嘅一步就係你有冇徹底抹乾隻腳。好多人洗完澡求其用毛巾抹兩下，腳面乾咗就算，但其實最危險嘅位置從來唔係腳面，而係腳趾縫、腳趾中間嗰啲細細條嘅位置，最容易藏住水氣，又最難自然風乾。你以為乾淨，其實真菌最開心，因為對佢哋嚟講，嗰度簡直就係5星級酒店，溫暖、潮濕、黑暗，又長期焗住你，日日着鞋返工，佢日日喺裏面開排隊。所以第一步唔係急住搽藥，而係先用乾淨毛巾仔細印乾每一隻腳趾縫，唔係大力擦，而係慢慢按乾。尤其係第4、第5隻腳趾中間最容易忽略。如果你一邊仲濕，一邊就即刻搽藥膏，效果會大打折扣。因為抗真菌藥膏最怕就係水分阻隔，就好似你想油牆，牆身仲濕，啲油根本黐唔住，所以抹乾先係治療嘅開始。第2步先搽抗真菌藥膏，唔好以為痕先搽，唔痕就停。好多人最大錯誤就係一見舒服咗，立刻停藥，結果表面好似冇事，其實真菌仲喺皮膚底層偷偷生存，等你一攰、一熱、一焗，佢又返嚟。所以搽藥唔係止痕，係徹底清場。通常醫生都會建議症狀消失之後再持續用多1至2個星期先真正穩陣。第3步，搽完藥之後先住襪呢一步先係大部分人忽略嘅重點。襪唔只係保暖，佢其實係你第一道防線。乾淨透氣，每日更換嘅襪可以減少真菌再次接觸其他位置。尤其係你屋企如果仲有小朋友、另一半或者長輩，襪其實係一個非常重要嘅隔離層。但係記住，一定要每日換，唔好以為我今日冇出街，織襪好似唔污糟。錯，真菌唔會因為你冇出街就放假，只要有汗有濕氣，佢就照樣生長。第4步，着完襪之後記得洗手。呢一步9成人完全唔做，但係偏偏最容易中招，因為你搽藥膏、磨腳、整理腳趾，雙手其實已經接觸咗大量真菌。如果你下一秒直接去住底褲、整理私密位置、抱小朋友、摸面拎毛巾，你就等於親手幫真菌搬家，由腳搬去全身。所以洗手唔係形式，係切斷傳播鏈。最後一步先住底褲，呢個順序其實先係真正乾淨。抹間腳，搽抗真菌藥膏，
着襪、洗手再注底褲，請你記住呢條順序，因為好多人的股癬其實就係輸喺呢5步，唔係藥唔夠貴，唔係醫生唔夠好，而係生活習慣，日日都喺幫真菌續命。仲有一個非常重要，但係很多人完全忽略嘅地方，就係襪、毛巾、底褲到底點樣洗？好多人以為丟入洗衣機，普通凍水洗一轉就夠，其實對真菌嚟講，好多時完全唔夠真菌孢子，非常頑強。如果水溫太低，佢哋可以繼續存活，然後不斷重新感染你。比較安全嘅做法係襪、毛巾、浴室、腳墊、底褲最好分開清洗，而且盡量用高溫，大約60度熱水，只要布料允許，高溫清洗可以大大減少真菌殘留。另外，你亦可以加入輔助消毒，例如白色襪、白色毛巾，如果布料允許，漂白水通常係更有效嘅消毒方法。至於底褲、彩色衣物或者唔適合漂白嘅布料，就可以用高溫清洗，再配合白醋作為輔助，幫助除味同減少殘留。但一定要記住，漂白水同白醋絕對唔可以一齊使用，因為漂白水加白醋會產生有毒氣體，對肺部、眼睛、喉嚨都非常刺激，嚴重甚至有危險。所以二選一，用漂白水就唔好加白醋，用白醋就唔好再落漂白水，千萬唔好貪方便亂混。洗完之後仲有最後一步，一定要徹底晾乾，最好放喺太陽底下曬。陽光尤其紫外線可以幫助殺死殘留真菌，所以襪、毛巾、底褲洗完之後唔好只係掛喺陰暗潮濕嘅浴室，盡量放去有陽光通風好乾爽嘅地方，唔好濕住放喺洗衣機過夜，更加唔好潮濕一團塞入洗衣籃，濕氣正正就係真菌最愛。陽光通風完全乾透先係真正幫你斷尾。黑暗潮濕悶住唔乾，只會幫真菌養老。好多時你以為自己係治唔好，其實只係你屋企環境一直幫真菌退休生活。例如毛巾全家共用，好多人屋企一條毛巾由老公用到老婆，由老婆再俾小朋友用，你以為慳屎，其實係全家輪流中招。真菌最中意呢種共享經濟。仲有浴室拖鞋，尤其係潮濕浴室拖鞋底長期濕住，根本就係真菌培養皿。你日日踩，日日重新感染，最後床單同襪一齊洗，呢個都非常常見喎。襪上面嘅真菌唔會因為你加咗洗衣液就自動消失。如果內衣褲同襪混洗，交叉污染風險非常高，尤其女性更加要小心。所以最好襪分開洗，毛巾分開用，拖鞋定期消毒，浴室保持通風乾爽。好多時你以為自己係治唔好，其實只係你屋企環境一直幫真菌養老。講到呢度，你就會明白香港腳從來唔只係腳咁簡單，佢係一個信號，提醒你生活習慣出問題。而最可怕嘅唔係痕身，唔係甩皮，而係你一直以為小事啫，唔使理，結果拖到股癬、灰甲反覆感染，甚至傳俾全家。到時候你花嘅唔只係藥膏錢，而係時間、尷尬同埋生活品質。所以由今晚沖涼開始，改變一個順序，先着襪，再注底褲。有時真正救你嘅唔係貴藥，而係一個你一直忽略咗好多年嘅小習慣。如果你睇到呢度，先發現原來香港腳唔只係腳咁簡單，而係會一路影響到股癬、灰甲，甚至全家交叉感染。咁呢條影片一定要分享俾屋企人睇，尤其係爸爸、老公或者屋企成日赤腳行來行去嗰位。有時救一個人只係由一句先着襪再着底褲開始。如果你都曾經被香港腳反覆困擾，或者你屋企人都有同樣問題，留言打個襪呢字，我就知道原來唔止你一個，亦都歡迎你留言分享你試過最困擾嘅香港腳問題，我會睇，亦可能下一集幫你拆解。記得按讚、訂閱、
健康同行，再開啟小鈴鐺。我們下集繼續幫你拆穿那些最容易被忽略嘅健康陷阱。